什么你炸第二次？因为炸第二次之后，它的表面啊会比较脆脆的，比较香。对，第一次是熟的，第二次是素的。第一次炸熟，然后第二次炸酥。这个再拿去洗就好了，每次每个礼拜都洗就可以了。哇，好丰盛哦！这是你菜园的番茄，你菜园的番茄，你菜园的生菜，你菜园的鸡蛋。你等一下哦，他都还没有来。这个人直接吐出来，直接从嘴巴里面吐出来。这个人没有听到。哎，漂亮的。哎，结果我的是最大的耶。对，不知道为啥。对啊，为什么我吃这么大，然后你们都吃这么小？为什么？你们是只有一颗肉丸子啊？你们是只有半颗啊？因为我不会吃那么大颗的，我就叫他做，他就说做小一点的。我说那个这么厚要怎么吃？嗯，漂亮。厉害。所以今天给你吃西式的早餐。直接给念。对。把沙米口。哎，我这样子念，他竟然翻得很准哎。嗯，因为你说的很标准啊。香脂。肉丸子，早餐，好了，这顿早餐就算一个人300块，对不对？早午餐的那个，很特别的味道，对，好吃。你说的，